根据统计，去年台北市65岁以上的人口已经超过2成，台北已经是超高龄社会。若网界治教中心嘛引进新的 AI 运动系统，会当用 AI 智慧监测技术，设计出适合时大做的运动。 对着荧幕的指示打新的器材，老大人算这款新的 AI 游戏是算甲真欢喜。另外，也有新的脚踏车会使使用，因表示这会使提高因的灵活度。台北网界伫教中心引进新的运动系统，让老大人伫这款小大的天气唔免去外口，就通伫室内做无同的运动。我觉得对老人家的那个智力方面，可以提升，然后灵活度各方面，我觉得蛮好玩的。再来训练你的体力，到训练你的反应有进难慢你若分数较悬，表示讲你较健康啦，安尼。定定算这个吼，对身体真好，因为有这个设施吼，这设备真好，有冷气吼，吹真舒适。去年台北市老大人的人口数就超过20%，已经是超高龄社会。其中网界家己住的中者是全台北市上悬，大也甲照顾中心的面积为原本的367平提悬到427平，而且增加 AI 互联运动区。 但是现在这个是加强了运用我们市有的余裕空间哦，就这本来是财政局的一个动产直接租的场地，把它改善成是这个 AI 赋能运动的设施，所以包括说长辈的身体健康、运动的这个状况都会追踪记录，而且未来会加以如果需要调整的话，也会给他们计划。李教中心表示，因的服务范围是真宽，有专门给失智中者的课程，也有中青大学、老人福利中心，和有需要的老大人有侪选择。记者柯高选谢桂林台北报道。